怎陪你甲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等我。梦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为我甘袂受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。 为我，心一个情结束也有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。 什么感觉？代志都嘛你也做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啊假摇摆啦，吼，害小安哦，出来做你，咱这人找拢无啊，毋知走去倒。我甲你讲哦，咱安尼吼，万一中哦，若落一块肉，起一块脚哦，本姑奶奶哦，是甲你没完没了。但你是咧讲啥啦？小安兄伊既然自有体相，伊也平安无代志，我相信。 真紧就当撞着伊啊！有可能哦。安尼，哎呀，安尼哦，这只母猪吼，讲话少够声咧。伊讲我撞着你，就真正撞着你。哎呦，安尼，你敢知影讲吼，人为了找你吼，找到安尼吼，实在吼有够烦恼的呢。多谢你真关心我，我知影。娘子，你哪会用不顾离别，为着找你，害我找规半暗，我惊你有法生意外。小安兄。 我本来是要去夜馆救阮两兄，谁知影我甲小丁当伫半路，撞到一个人，甲你面形生作完全共款，但是年岁有比你较大。天下间是无奇必有，谈面娘的人真多，这边哪有啥物稀奇的？啥物你无稀奇？迄稀奇是讲吼，迄个太师吼，既然看到甲你同面迄个人吼，我安尼甲伊恭敬甲安尼呢，而且吼，我感觉迄个人吼会官威，那就袂细哦。要若安尼，咱爱对这个人更加注意。不如我想尽办法，阴暗进入夜馆，探听这个人的来历，迅速找出真大劫伊的行踪。小安兄，这几天我一直咧想，咱到底甲太叔是咧救伫啥物？我找伊就是要替父母报仇。如果你若真正报仇，我是讲。 以后你有啥物打算？阿叔，你若爱我讲，我就坦白甲你讲。我若是报仇了后，我另外退运江湖，过着江山绿水之中，无忧无虑，忘却了人间一切温暖。其实我嘛捌安尼想过，但是这个愿望毋该当实现。娘子，虽然。 这是我的愿望，但是我意志坚定，相信咱真紧就实现。我毋是咧担心这，我是咧烦恼，万一你真正若是东宫太子，这件代志恐惊毋是你所想的安尼。大叔，我若是东宫太子，我袂倒转宫中，而且拥有我的人也毋是皇上。我再讲，我无论安怎，一定要甲你斗阵。是安尼。 小等等人呢？对啊，人走去倒位啊？皇上啊，你哪会用家己一个人来到夜馆？万一若是发生什么差错，这是要如何是好呢？啊，这老臣接到娘娘飞鸽传书，才赶紧来接驾。太师，你也是太大心了。这次店会微服出境，就是希望讲一人独处。你来也想要暗访奉佑当年的家族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但咱已经找这么多年啊，但是拢找无奉佑的家属，上这难怪啦。当年奉佑所犯的是罪及九族的大罪，
因遐族人岂有不斗之理呢？太师，你讲，当年针对洪秀的处罚是毋是太重？我再讲，这几年来，店拢在午夜梦醒，好惨就看到洪秀伊伫窗外对我哭诉，伊对店讲伊是冤枉啊！哎呀，皇上啊，洪秀在皇上的汤药之中下毒，怎哪会讲是冤枉的？皇上你道路咯？无的确是安尼，也毋过不管怎样，最近我对着思念的心情愈来是愈沉重，尤其是我若想起我失踪的洪太子，更加注定坐立难安。启禀皇上，老臣就是为着这件代志要来禀报皇上。太师，你是讲你找到太子啊？是？紧讲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老臣在无意中。丁有话要问你，是，退下去。爱你过题。万恰，在还未证明你是洪太子的身份，咱目前还未用以父子相称。是，别分过题。皇上，你是怀疑灭阮是毋是？太师，你的顾虑也是无毋对，只是洪太子的身份，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必须要等我回京，你来嘛爱等到找到朱玉锁腕，迄个时阵才会当证明讲伊是洪太子的身份。
是，请皇上。相传当年皇后要送走太子时阵，当时带走珠玉铠碗，这两个物件到底甲太子有甚关系？珠玉铠碗乃是西洋进贡之物，两物若是合正，在月圆之时，却会射出一道的红光。因为这个红光就会当显露了温馨之意。温馨之意，温馨之意也是西洋进贡之物。寡人当时就甲伊写在太子的簿内，还填写了一首诗。所以讲，只要真正的太子，若是在月圆之时，珠玉铠碗会当配合起来，伊背后就会当浮离出来。请问皇上，这首诗是写什么？这首诗也是开国军师刘票文所写，历代皇上拢以此诗相传。听讲，这首诗嘛有牵连到宝藏一处。原来还阁有这段秘密，看起来要谈伊计划，就要阁延后啊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啥？我请你放心肝，为我甘袂受罪。皇上，太子，恁大家唔通跟咧我后壁，伫唔想要四界来去行行看看咧，我家己会倒转来啊。是。继父，李放心，在皇上回京之前，老夫绝对会叫伊承认你是太子。我话若是讲透机，你的目屎敢会爬袂离？目睭金金看伊迄边去，等下又搁后壁来三时啊，来三时。赤家婆，那你细细念是你念什么？太师啊，这是你家己讲的，你讲叫我大设这个阵法，唔通互人出去，你唔通讲看皇上怎啊出去呢？那么伊就搁行倒转来。哦，真是安尼？你看你就知。太师，皇上，太师，金明明有行为夜馆的门外去，是安怎搁行倒转来呢？启禀皇上，因为太师伊知影讲我是一个江湖人，而且我捌这个基本遁甲，所以特别摆这个阵势，是要皇上你一个惊奇呀。是，请皇上你唔通过来。既然安尼，赶紧就这个阵势摆开，因要出去啊！是，这阵法是我摆的，这真简单，只要我若搁再将念一下咒语，这个做一下法的，这就自然会开，皇上你就会当行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赤家婆，赶紧带皇上出殿啦。这你家己讲的哦。当然是老夫讲的。来马上，我就来做法。来，天灵灵啊，地灵灵，我赤脚步的法术上紧。开啊！我已经甲改掉啊，皇上，请，开始我来去。气死人！啥对我讲无情的啦，看到迄个母子都拢无睬我，人看到遮啦，拢无人找我，我今仔来去死的。哎呦，我身上遮冷的啦，哎呦，我这无定死落去哦，我无定感冒啊咧。袂用哩，不可能，我绝对袂要自杀的。我只要来自杀，互因两个都安尼相谈欢喜的咧，袂用哩。我过去来去想想的，看起来对话较要紧啊。世间上恶我小叮当，什么代志拢总为别人。今仔日落到一场空，世间真正无希望。
人生何处不相逢？在此又无女红妆。天高又是为哪桩？困难且说是无妨啊，是无妨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你莫直接甲我看啊！我的代志甲你无关系啦，我有够歹命的啦，我拢风放杀的啦，我的命哪会遮尼歹，哪会遮尼歹啦？原来你是有啥物困难？不要紧，你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替你解决。你哪有啥办法甲我解决啦？你无讲出来，你哪会知影无可能？安尼哦，是讲我位置即马永远也无代志啦。你若爱听哦，我就甲你讲啦。我算唔知哦，阮所有兄哦，已经爱着一个查某啦，伊无会插我啦，所以我是这个伤心啊。原来是为着男女感情之事，这有影比较较困难淡薄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若是男女感情的代志，是爱双方面欢甘喜悦啊。我唔管咧，我唔管。你即摆家己甲我讲的哦，你要甲我解决问题哦。即摆哦，你若会当哦，将阮小阿娘哦，甲我带转来，甲迄只母猪哦，甲伊带单掉。安尼我才有讲你甲我解决问题。啊，若无讲啥物，我拢无爱听，无爱听啦。啊，我规次哦，甲你讲嘛无路用，你嘛是听无啦。这件代志哦，来去做阮师傅解决较要紧啦。恁师傅伊是伫倒位？伊叫做啥物名？阮师傅哦，伊拢云游四海啦，伊伫倒位我即马是唔知影啦。人都拢叫伊赤脚婆啊。赤脚婆，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伊啊！拄则伊还阁伫夜馆伫，我才咧学了伊的奇闻遁甲之术，实在令人佩服。切！你讲阮师傅即马伫夜馆，啊，那你唔甲太师做伙呢？是啊，我听太师伫咧讲，赤脚婆是伊最得意的助手。你若唔相信，带我倒转来去，你看就会知影。啊，无安尼，我即马含你倒去夜馆来去找阮师傅啊。小电台，小电台，你不要过来，我现在不要见到你了。啊，你哪伫遐？现在，迄个啦，迄个就是梁小安啦，迄个就是高金龙啦，伊甲我讲啥的啦？梁小安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为我敢袂想。梁小安。慢去啊啦，他在找我，我不给他找了啦，来去找阮师傅。小叮当诶，小贤兄，伊既然袂惨啦，咱就来走啦。你看，伊毋是好好伫的，免替担心啦，行啦。敢讲皇上甲小叮当嘅梁小安尼因有熟识，我紧倒来报告太师知影。哈，迄计划要搁改变咯？唔对，本来老夫以为皇上记得结婚了后，伊良心大喜，将结婚为太子。安尼咱就用照计划进行。哪知伊见到结婚了后，竟然是正领导。哎呦，太师啊！你敢毋捌听人讲，迄袂使偷生人的囝呢？搁再讲伊也毋是皇上生，免讲伊看伊嘛袂上吧？老夫也是有办法通对付伊。赤脚婆，啊，这关是秀云山。皇上要叫你开讲时阵，好。你得将秀云山倒在伊的队中。哎呦，唔通咯，唔通咯！这款失德的代志，你千万袂用去做。拜托你去叫别人好。人我要学功夫的时阵吼，人阮师傅讲呢，讲我若是做失德的代志吼，会受五雷界定呢。迄毋是你做算的哦。如果你若是唔去做，老夫现在就互你五雷界定。小妹妹啊，袂啦，太师啊，你莫遮尔冲动啦。反正吼，有气嘛爱死，啊对气嘛爱死，袂啦，我甲伊斗骹手，莫生气啦。哼，算你识时务。哈哈。嘿。舅，别问，
但我毋是叫你去军中服伤，你若搁倒转来，你放心，车家宝现在甲咱静江一条船，有啥话你做你讲。是，我一早路金装奉上，想要甲奉上伫咧半路，拄着梁少安甲明珠，还佫有小叮当因三个人，因敢有熟悉？你有看唔到无？若是别人吼，我有可能看唔到啦。啊，毋过梁少安吼，我绝对袂去认唔到人啊。但是别人呢？梁少安甲明珠唔知啥物原因哦，因两人做伙相走，后来奉上甲小叮当的为顶上去啊。义父，敢讲奉上甲梁少安早就熟悉。假使我的推测若无唔对，就照奉上来夜馆，伊目的绝对无遐尔单纯。这代志，就不要出乎老夫的意料之外。若无分开，我不知我有这爱你，亲像海水涌来涌去，想你无停止。慢慢也想会到爱你这呢深，回头的路愈来愈远，爱将站伫倒位？天涯。将惨伫倒来。